加入蒜苗试试看，我们新研发出来的口感的部分。认真与厨师讨论新料理，刘家良今年刚满30岁，与家人在大学校园里开了一间意大利餐厅。另类的是，他却把西式的意大利面加进了传统客家味。传统的客家人啊，便是爱吃的咸猪肉啊、客家小炒等等部分去做一个食材，把它挑出来，跟我们店里的意大利面或炖饭去做一个变化、一个结合。那甚至是我们也有营造出一些客家人的族群。原来刘家良的妈妈是来自竹南的客家人，他从小吃妈妈的客家菜。从餐饮管理学校毕业后，他想开间时尚异国餐厅，却也想分享妈妈的味道。于是把客家料理中常见的咸猪肉、苦瓜等食材放进了意大利面里。这道客家本色意大利面看起来冲突的组合，却意外大获好评，受到不少年轻学生喜爱，让刘家良信心大增。与主厨决定再大胆，把咸猪肉放进披萨，并与大把蒜苗、cheese 搭配，客西合并的滋味让刘妈妈都说赞。妈妈，这是我们用咸猪肉做咸猪肉披萨，你试试看这口感。不错嘞。我们开餐厅就是要用这种新鲜的食材，吃起来客家话讲的又甜又齐，又甜又齐。刘家良现在也跟妈妈勤学客语，未来他希望不止菜单上有客家意式料理，还能用客家话介绍菜单，让客家元素成为餐厅特色，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传承客家文化。上课喽！又甜又齐，又甜又齐，又甜又齐。